劳动部今日公布疫后改善欠工扩大方案，针对欠工的产业办理专案媒合，鼓励这失业的劳工投入有欠人的头路，也协助业者赶紧找到人。劳动部也规定这一个月薪水爱3万2以上，失业劳工逐个月各当申请6000块的补助，等于一个月薪水上无到3万8啊。为着要解决疫情过后基层欠工的问题，劳动部推出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。针对这个方案，餐饮业者是乐观看待。目前呢，初估下来大概是有1成的人力短缺的需求。那不管呢是外场的服务人员以及内场的储物人员，都有相当高的一个人力的需求。那政府呢在推动这样子的政策之下呢，在短期呢，希望呢是可以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效益。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是表示，失业的劳工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去餐饮业做服务人员，一般身份的失业劳工，通摕到一个月6000块的就业奖励金，相当通申请12个月。餐饮业部分，它要达到现在目前设定是说，它每月薪资要达到32000以上，然后才会放到我们专案职缺来做一些协助。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方案去拉抬，就是这些职缺的一个就业者他们所可以领取到的一个薪资水准。发展署呼吁讲，有意愿参加专案，而且有替劳工投保的餐饮业者，若有欠工的需求，会使向经济部登记，或者是到台湾就业通找人才，登录需要人才。发展署收到欠工的消息，就会来做专案的媒合服务。记者柯家山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